我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国庆典礼真重要的项目之一——唱国歌。而这个上头前领唱国歌的是参加音乐比赛摕到头奖的中华大春国小的合唱团。另外嘛，邀请到来台湾真侪年的新住民朋友做伙来领唱。 国歌开始伫咧唱，大包的国旗飞过府前广场，幼稚的囡仔声音响亮典礼现场。大川国小合唱团的囡仔打扮整齐，阿妈领甲红蓝色国旗配色的手手，唱国歌，同齐庆祝国庆。 徛伫咧上头前，中带头唱的人，伊的打扮更加闪亮出戏。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朋友和囡仔做伙唱国歌，正做典礼的特点。安尼显示中华大川国小合唱团踢下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决赛，国小组同声合唱的得优。徛伫咧上头前排倒边的占党人协会理事长吴淑梅，是全国性社团公益贡献奖金1奖的代表。 另外2位彩虹舞蹈查某囡仔舞团创办人林彩妮，来台湾超过20年的印尼乐配邓凯迪，是移民署选出来优秀新住民代表。 那伫咧观礼台顶，前总统陈水扁、蔡英文徛做伙，后壁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全部人专心做伙唱国歌。不过唱煞要行三鞠躬礼时，观礼台的陈水扁和蔡英文敢若分心去。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目睭影着别人，才喙着方向。 蔡英文嘛赶紧提醒陈水扁，滑向后壁行鞠躬礼。典礼真侪好看表演，台顶的人因一举一动行为嘛正做注目的焦点。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